佩佩獸醫，大家可以叫我做 Dr. Betty。我喺澳洲悉尼大學畢業，咁之後咧就喺嗰邊咧做咗幾年嘅全科醫生同埋急症嘅醫生。咁我喺嗰邊咧就完成咗嘅內科嘅文憑課程啦，然之後就翻嚟香港咧就係執業嘅。咁因為我本身對於咧急症嘅醫療啦，同埋處理一啲病危啦同埋危急嘅患者咧就特別係有興趣，咁所以咧就加入咗城大動物醫療中心去做一個嘅急症科嘅醫生。咁我喺2018年開始咧就已經係擔任呢一個急症科部門嘅醫生啦。咁我覺得咧，其實呢一份工咧就係充滿挑戰性，因為每日咧其實都係分秒必爭啦，咁樣處理一啲危急嘅動物啦。同時咧，亦都見到佢哋能夠平安同埋健康咁樣出院，我都係感到咧非常之開心啦，同埋覺得呢份工好有意義。同埋咧，我哋喺城大動物醫療中心啦，亦都可以有機會咧，同世界頂尖嘅專科醫生一齊合作，去傾呢一啲譬如罕見嘅案例啦，同埋一啲複雜嘅病情，令到我哋每一日咧都獲益良多。嚟緊啦，我哋希望咧都可以咧繼續咧喺呢一個範疇嗰度發展，去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動物。